后来选举就得要到咯，就惊有心的人士用 AI 人工智慧变面的技术来影响着选情。调查局是全力来防范着假影像的传播，将会针对涉嫌违法的案件启动标准作业程序，用科技的设备甲精湛的技术，以上紧的速度，伫48小时内完成检测。 过去10年里，我成功协助了许多人在加入股市的第一天，马上就用到了 AED。周清是投资理财专家，帮你实现财富自由的梦想。谁人来投资？严格这其实是透过人工智慧深度规则变面的技术，背后操控的人是调查局的人员。科学小飞侠以及超人等名师在群里为大家提供不落地的服务。 未来还将争取蜘蛛人加盟，让服务网络更绵密。那影片看起来真真，卖当1秒都互明侧面变作是家己。调查局将用目睭对当辨识的7种方法来公开。首先，会当注意你目睭的频率，也有目睭前敢有无自然的刷动。另外，卖当观察面的变圆、目镜破裂，也有生理特征，看卖影敢有无对同。是讲选举到底要教我，就惊有人会用变面的技术来影响选情。 调查的程序里面包含我们使用这个科技的设备还有侦查的技术来做这个相关的一个检测。那么目前我们如果以最快的速度在48小时以内可以完成。针对涉嫌违法的案件，调查局将会启动标准作业程序，下晡请6度的检察署指挥侦办，达到马上拨回，快速落架，对查主嫌。安那立法院今年嘛修法，恶意散布候选人深度规则影音，意图让人当选或者是无当选，相当会当罚7年以下有期徒刑。选举到底要教我，法务部严正对待。 加大意。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